乡亲啊，来看这个澳洲是女甘蓝，讲遭受到500年来的大火患。这个土地大窟、森林大火，啊，河川的水位落降，有47趴的澳洲拢受到影响。西班牙东部号做日头光城市的瓦伦西亚，今年温度上悬，予草烧起来，森林野火一个暝烧袂离，佮排控制。暗时夜景，佮会当看到火是烧几片的。啊，镜头来到法国，嘛是森林火灾烧袂停，为大西洋沿岸布列塔尼，为南边烧到波尔多葡萄酒产区，尾也为东边烧过，包括罗马尼亚、希腊和德国，拢出动消防队来到法国斗相共拍火。We work very easy with us because we have the language which is common and we communicate very easy with all the crew from every country. 欧盟招成员国的力量对抗500年来真罕的大火患，推测欧陆差不多47%的土地拢受影响。英国今年拄到1935年来上大水7月，落雨量刚有过去3.5%。美国太空总署的零座卫星翕到，过去侪雨，青翠英国即嘛正做大图。啊，亲像球队球员拢爱伫咧打酷酷的黄土比赛，大家拢大家叫要挡袂牢。观光客上爱去秀亮小头的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海边啊，嘛能看到河川水叫要大地。Alors là, selon nos estimations, il y a entre 5 et 6 mètres d'eau en moins par rapport à un niveau normal. Actuellement, à la même date, on devrait avoir les pieds dans l'eau, là où vous m'interviewez en ce moment. 天公伯若是歹落雨，莱茵河的水地变少，行船的人为了安全，停止莱茵河水源头船只活动。啊，若水源头但是德国出产土团所在，土团若是无法度用船载出来，就一定会影响到德国能源的计划。所以德国已经下令，火灾进行若是个变严重，就以吊火车来载土团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